各位观众朋友，大家早早，欢迎收看今日5月31公司第几台早起新闻，我是洪敏珍。咱先来关心国内疫情。咱台湾昨无人去挖到武汉肺炎，即阵咱台湾确诊的人数维持伫咧442例，国内疫情稳定。不过到底什么时阵才有法度研发出会使治疗的药啊咧？即阵讲咱台湾已经核准要伫咧7月底进瑞德西韦这种药啊，因为讲伫咧美国和日本。同情的武汉肺炎患者食这种药了后，镜头拢有减轻。国内个零确诊，而且第48天无武汉肺炎本土病例出现，全台确诊人数维持伫442例，7人死亡，421人解除隔离，也有14人住院治疗中。台湾这样还是一样哈，本土哈，我想是连续已经大概48天哈没有确诊的个案，好，我想这是一个好消息。台湾疫情相对稳定，关岛就宣布，为7月初1开始，为台湾来游客唔免强制隔离，就用去关岛观光旅游。指挥中心指挥官陈时中表示，这是肯定台湾防疫成功，不过台湾还无开放个人出国观光，等下了后，依然要居家检疫14天。到目前我们还没有开放了哈，那如果未来如果要去的话，好，那可能就是回来还是要居家检疫，好，当然还要看个案哈相关的一个情况。为保障个人治疗权益，各因应疫情可能发展，自美国、日本紧急开放瑞德西韦治疗武汉肺炎重症患者了后，台湾也宣布核准瑞德西韦药品输入，初步备货1000剂次，只提供给重症患者使用，用药时间上长10天。第2批的药品是要到7月份，7月份公司他们才会制造完成。那我们现在积极接洽的就是第2批的这个药品。多少？我们希望他们可以给我们1000人次。食药署强调，美国是透过紧急使用授权命令 （EUA） 直接核准，无提到许可证的瑞德西韦使用。日本甲台湾是同款，拢有核发许可证，所以药厂爱伫1年内完成风险管理等计划。按算上紧7月底，国内就已经摕到药品。记者综合报道。上新的消息，咱来看美国太空科技的发展。美国的太空总署 NASA 和太空公司 SpaceX 在台湾的时间半暝3点22分，在佛罗里达州甘乃迪太空中心成功发射火箭，把太空人送去国际的太空站。这也是美国对2012年到打，搁一摆对美国境内送太空人离开地球表面。对画面顶，你会使看到火箭豆豆升起天顶。美国总统 Trump 也亲身去现场见证这个历史性的画面。但这摆任务是出动猎鹰9号的火箭和飞凌2号的太空船，载2个太空人去太空站。但这是人类头一摆用商业型的太空站载人飞去天顶，这也代表民间企业正式参与太空开发的时代正式到位。同款是美国的消息，在美国的明尼苏达州有一个非洲的查甫人，因为去互警察用粗残的方式执法，全不幸过往。虽然涉案的这个警察已经去互抓去关啊，不过即阵有真侪国家拢出现抗议，也有暴力的冲突，即卖也已经造成一个警察殉职，也有一个民众过身。抗议的民众是拢希望这不公不义的代志会使告一段落。抗议的民众举票据话讲，我无法度喘气，呼吁当局爱赶紧采取行动主持公道。美国一个非裔的男性弗洛伊德，因为警察暴力执法，致使伊死亡所引发的抗议，已经拖到各大城市。明尼苏达州圣保罗市、甲罗斯威尔市拢已经发布宵禁令。It has now spread to 20 states, and I'm getting calls from mayors from Detroit and across the country, who are deeply concerned because these folks are learning from what they're seeing here. 2500个国民兵伫咧3站已经部署伫咧发生冲突的源头，也就是明尼苏达州的明尼亚波利斯。因为除了游行甲和平抗议，嘛有演变做暴力冲突的场面，放催泪弹甲放火，类似的情景拢伫咧真侪所在发生。在这里的观察，我觉得可以有3个原因。我们现在先撤离，往后面撤离。刚才呢，其实，在宵禁时间开始之前啊，当地的警方就已经开始投掷防爆弹。Look how we're treated. It's like we have no rights at all. It's like we're not human at all.
抗议的事件渐渐摊开，目前已经造成一个警察因为互枪弹着来过身，还有一个民众死亡。也若涉嫌用脚头舞对弗洛伊德颔棍致死伊死亡的警察德瑞克·舒凡，已经被指控3级谋杀、甲2级误杀的2个罪名，目前已经关伫咧监狱。另外涉案的3个警察嘛可能会有罪。记者综合报道。即阵全世界武汉肺炎的确诊个案已经超过600万例啊，死亡人数超过36万。咱做伙来看上新的统计。即阵伫咧中国病例数有超过8万例，台湾昨无增加确诊病例，即阵维持伫咧442例。伫咧香港有1082例，日本16000多例，南韩超过11000例。美国已经超过181万例啊，俄罗斯超过39万，巴西超过49万，欧洲的西班牙超过28万，英国超过27万，意大利即阵超过23万例。但即阵针对中国要杀这个香港版本的国家安全法，美国总统 Trump 2天前是召开记者会，表示会研究制裁的措施，包括要取消对香港的特殊待遇，要制裁损害香港自治的中国和香港的官员，也要禁止所有解放军背景的研究生入来美国。但即阵美国也放风声，讲因会有反制的措施。但香港的官员是反对川普插一脚，认为安尼做已经违反国际法的原则。美国总统川普进行预告会对港版国安法通过做出强烈反应，立到个人开记者会对中国宣战，批评中国违反中英联合声明甲基本法，下落香港地位。这对全世界来讲拢是悲剧。美国取消对香港的特殊待遇，并且提出制裁。China has replaced its promised formula of one country, two systems with one country, one system. Therefore, I am directing my administration to begin the process of eliminating policy exemptions that give Hong Kong different and special treatment. 川普宣布的4大制裁做法包含要制裁危害香港自治的中港官员，取消香港独立关税区、旅游者特殊待遇、限制中国签证等。记者会了后，白宫更加补充，为了防止美国经济智慧资产遭到中国偷摕，损及国家安全，会禁止甲中国解放军有关系研究生入境。对此，香港官员早起接受访问时，强烈反对川普的讲法，认为这款的做法违反国际法，干预他国事务。It is said that we are becoming one country, one system, and we've lost the autonomy. Now, that is completely false and wrong, infringing on the principle of non-intervention under public international law, and that is not acceptable. 我哋係非常反對嘅，威逼特區嘅官員呢，我覺得咧係唔會成功嘅。因為我哋係相信我哋自己做嘅事情呢係正確嘅。香港官員支持中央建立港版國安法，認為美國這款嘅威嚇手段未成功。財政司長陳茂波更加表示，美國取消香港嘅特別關稅待遇，對香港實際影響無大，政府已經有準備。而中國也講會有反制做法。如果美方執意損害中方利益，中方必將採取一切必要措施，予堅決回擊。係北京當局係需要正視國際社會嘅反彈，同埋習近平係要為而家嘅制裁同埋嘅所謂嘅呢一個特殊待遇取消負上最大嘅責任。香港眾志也舉行記者會，講美國嘅制裁是悲傷一個必然，中國愛負全部責任，愛北京撤回港版國安法。香港眾志常委羅冠聰是希望國際繼續來關心注意，美國對香港實施制裁會分階段進行，呼籲香港人莫放棄抗爭。記者綜合報道。天氣報道在，咱做伙來關心天氣。今仔日時，在各地頭天氣攏穩定，在北台灣和山區就要注意西北風。咱做伙來看雲圖。今日各地攏是濟雲到好天的好天氣，即是大家會感覺較翕熱，溫度差不多伫咧33度左右。各地的紫外線也攏真強，有可能會過量，甚至達到危險的層級。民眾出門就要特別注意，唔好去拍照。但過到山區會出現熱對流，會落西北風，在咧北台灣有機會出現雷公雨，提醒民眾要注意短時間上大雨。明仔到後禮拜，攏是濟雲到好天，民眾會使把握時間拍被單，或者是講出門行行咧。
咱继续来关心国内消息。即阵因为台湾的疫情转好，中央流行疫情指挥中心的指挥官陈时中，即阵已经真做事振兴经济的扛棒。昨伊也收到台南市的邀请，专工去台南的奇美博物馆、国华街佚佗，也了解上款做防疫的情形。但伊行骹到的所在，即阵拢是人丁，现场有影真闹热。中央流行疫情指挥中心指挥官陈时中甲防疫团队30受到邀请，去台南做2天1夜防疫参访行程。头一站奇美博物馆结束了后，接落来就去台南真有名的上款国华街，行骹到的所在拢去引真侪民众。真侪民众一直甲讲感谢，不过现场因为人伤过济，连行线都真困难，只好临时改变行程。这届无机会食到台南的好料理。就因为人太多，第一个对防疫的标准来讲不符合，第二个实在是也没有办法让部长好好的走访店家吃美食，这点我们表示很大的歉意。部长已经了解台南人的热情了哈，那下次美食就留在下一次大家来品尝。接续伊嘛去体验台南的上站观光巴士，去市区踅踅咧。虽然无食到在地特产，不过地主台南市政府有准备阿中自助餐，内底有真侪好食的料理来招待防疫团队。当然，食饭的时阵嘛有遵守防疫的规定。另外，陈时中阁替台南推动观光。那不过呢，我们今天也看了奇美博物馆，也到街上去逛逛，也坐了我们的观光的巴士，那都是非常好用。那欢迎。全国的民众都来台南走走。暗顿食饭饱了后，防疫团队一家人嘛去安平渔人码头搭游艇体验台南才有的观光行程。另外，陈时中31也会踮伫台南一天，会去旧馆区。接落来下晡召开防疫记者会了后，结束台南的行程。记者综合报道。今日报纸拢看什么大代志？咱做伙带乡亲来去现报纸。咱先来看《中国时报》。中华职棒富邦悍将和中信兄弟昨是比输赢。中信兄弟的王维成前赛打席拢攻出安打，这一季出赛28场就攻出50支安打，也改写过去彭正敏、张志贤、林志胜、张志豪这个人出赛30场攻出50支安打的纪录。咱来看《联合报》，国中会考即阵因为疫情头一摆举行补考，昨伫咧台湾本岛和中国举行。教育部讲，昨考试科计共有257个人来考试，无传出有任何什么重大违规情形。另外，考量中国的考试场和台湾所考的这考试的题目有些无同，若准讲考生考出来成绩达到学校所录取的标准，就会使用另外精改名额的这种方式精雅录取。来看《苹果日报》，国外资讯安全网透露讲，有一份全台湾超过2000万人身份证相关的资料，包括人名、地址、身份证号码、出生日子等等，拢去互伫咧网络咧卖。内政部回应讲，个人资料涉盗的年代已经过真久啊，澄清讲这资料并唔是对内政部流出去的，有可能是私门部门所流出去的。即阵疫情转好，各县市拢放亮毕业典礼规定。台北市有真侪公立的高中，最近是拢决定要开放举办毕业典礼。不过建国高中是决定讲无要开放予家长入场，但景美高中是规定只会当予一个家长入去参加。师大附中是要求学生拢一定爱挂嘴暗，希望讲今年要毕业的学生拢会使有一个难忘的毕业典礼。检查科定价用回收的纸甲课本做出几种的动物。附中毕业典礼小组260位同学，为自5开始，就咧为毕业典礼来打拼。拟出多个方案，然后再一直随着这个过程去改变，所以我们很多的可能布景主题都是要想过很多种。附中毕业典礼意向由已经录取大学高三的学生准备，今年早定出蓬莱仙岛的主题，要重稳定学校生活。进前疫情严重，考试布置还佫兼顾防疫，好加在限制放令，创意这样落实。我觉得超赞的，因为这就像是一个传统，我们至少有继承下来这个传统。就会有做警卫的雕像啊，然后或者是就是也会做那个体温，量体温，然后在那边量跟喷酒精的设置。
府长表示，1000名毕业生会伫礼堂挂喙罨，而且维持学生这是主体传统，家长未入去管理。另外，建中甲警备女中为教师直播开放实体毕业典礼，不过建中无开放家长，警卫是一个学生应带一位家长。因为它的规定是，如果有维持室内1.5公尺的一个距离的话，就没有人数限制，也只要有就不用戴口罩。我们现在唯一还需要在思考的问题就是家长，我那一天是不是要像会考一样去帮他们量体温，还有消毒？台北市立公立高中的毕业典礼，一年来拢是由学生家己规划。学生讲开放实体毕业典礼变甲更加无形，不过拄着疫情的应变，也是新的学习特别的回忆。记者综合报道。咱来关心政治的消息，拜六就是高雄市长韩国瑜罢免案的投票日。即阵罢韩团体是逐天拢行就走路来办游行，但唯一一场罢免的说明会，韩国瑜本人是无出现，讲伊伫咧安排行程地摒市政。罢韩四君子带游行队伍向前行，为前高雄县长伊定发求投顾基出发，号召支持罢免民众行完最后一里路。桥头作为台湾民主的高雄罢免民主的最后一里路，非常的适合。那在这边，我们要从这边重新开始，重新出发，找回台湾的民主，找回高雄的民主。高雄人站出来，高雄人不会输。近日罢韩决战黄金周，罢韩团体发起逐天游行，都要前进公山、凤山、三山。韩国瑜的票仓，佮故意选择7个历史现场点出发，参加民众将黄丝带绑在头壳顶，或者是身上，展现罢韩决心。现在已经进入到第3阶段，正式投票了。我们的投票受到许多的阻挠、许多的威胁、许多的打压。我想，我们把民众委托我们的部分做到最好。在这边，我们也希望所有的民众自主的站出来。陈冠英佮批评韩国瑜，因为礼拜六这场罢免说明会是投票前唯一一场，被罢免的韩国瑜全程无出现。同一时间到主管蔬菜区关心农损。要收成的时候，一场豪雨，就整个农作物就全部都损坏掉了。所以市政府的立场要赶快启动，如何来帮助农民，让他们的损失降到最低。韩国瑜强调，农民靠天吃饭，市政府会甲农民协作伙，启动财损协助机制，率去到大邱参加phòng內節活動。下晡閣去布置推廣原住民文創生活工藝品，農務講起罷韓相關議題。高雄市政府呢，做实事不空谈哈，那么对抗雨水，但不对抗口水哈。看到我们农民的这样子的一个辛苦的这样的收成受到损伤哈，怎么样才是真正的来帮助我们高雄市民哈？就是在需要帮助的时候呢，做对的事情哈。6月7日投票前最后關頭，面對罷韓團體一直出招，韓市府盡全力用市政成績化解罷韓危機。記者綜合報道。但即陣中央打算講，要伫咧6月初7，也就是禮拜，要全面解除封鎖。台北市長郭文泰表態，講台北市會照做，包括伫咧公共運輸、病院，也有公有市場者，攏會全部照中央嘅規定全面開放。但針對中國即陣伫咧殺香港版嘅國家安全法，郭文泰是講，伊是口說總統蔡英文利用香港嘅議題，當初時才發到伫咧總統大選嘅時贏遮爾多票。看向前面的記者朋友。台北市長郭文泰去發布農民市集協助推廣南台灣的農漁產品，已經衝擊屏東枋寮鄉觀光產業，和石斑魚的銷路攏無好。台北市就舉辦下關市聯合行銷活動。另外，針對中央按算6月初7大解封，郭文泰宣布台北市也會對咧做。中央另外有規定了哈，包括這個公共運輸意願跟公有市場哦。中央有另外特別規定，按照中央。如果中央沒有特別規定，原則上是解封的哈。所以戴口罩的話，原則上對整個活動的人數就不再限制。對中國強行推動港版國安法，郭文泰表示會讓台灣民意離中國更較遠，各靠寫總統蔡英文。坦白講哦，去年要不是香港問題，小英總統選舉不會贏得這麼多。針對高雄市長韓國瑜罷免投票案只剩最後一禮拜，郭文泰低調不願意講，交由高雄市民決定。同款是達到南亞市長、新北市長侯友宜是俄羅韓國瑜市政競爭的唯一加油。看到防疫也好，防信也好，韓市長帶着他的團隊積極努力、認真守護高雄市民的安全跟健康。我們給韓市長加油打氣。
毋过被问到是毋是去高雄到三港徛台，伊无正面回答，强调家己甲韩国瑜共款，拍拼做好家己的角色，完成市政工作，才是上重要的。记者综合报道。来看地方的消息，咱甲镜头转去南投。即阵伫咧南投的一老街的牌楼，因为讲只要有人伫咧附近发生车祸，定定就会去弄到牌楼。即阵是决定拢要甲牌楼拆掉。毋过这拆除的过程毋是讲真顺遂。毋若讲伫咧施工的时，这机械出现各种的状况，牌楼的结构也因为伤过重，吊车伫咧吊的时阵全动头轻，规台车并去，好加载无人着伤。吊车正伫吊牌楼，毋过工人发现敢若毋对，大声喊，吊车煞雄雄规个倒落来。现场轰隆一大声，牌楼全落伫涂骹，详细看工人拢无戴防护的帽仔，下骹还有一个工人摔落来，赶紧拍掉咧。虽然讲无人受伤，不过也互周边的民众看到到地惊一个。表演这个够惊着有啊！我希望发生什么事爆炸嘞？没有那个10项号志的管制，然后车流量也非常的多，然后人车争道情形也非常严重。其实一直都有在那边有发生一些碰撞的情形。公所讲，敢若是吊车机械有故障，加上牌楼本体伤重造成意外。这座牌楼是921过了后，公所为着提升当地观光，打造出高路街路的意向，到即阵已经16年啊，是真久拢无修理。离的所在拄好在民生路甲11街路口。当地警方讲，因为牌楼踩伫遐，正边倒边拢看袂写着，加上无号志。另外一个路口就闪黄灯，所以常常发生意外。影响到说要进入集离地或是要出来的转角的地方，它会被那2根柱子挡住的。双方事件上，或者是因为那个地方也有 7， 还有夜市啦，就还有它的公车路线，其实都蛮危险的。拆掉了，较安全啦，无遮大人车祸啊。警方讲，因为当地是连接火车站甲市区，人车真多，每个月估计有1-2件烧龙意外。而公所讲，因为牌楼会甲青红灯挡掉咧，最后只好该拆掉，也在7月设置交车路口的号志灯。记者综合报道。国际上要紧，咱来关心日本。日本伫咧5月25解除紧急状态了后，新型冠状病毒确诊的人数也搁继续伫咧行，特别是伫咧东京都出现对5月14以来高一日新增加的确诊人数头摆出现超过20人的情形。市政府即阵就要求所有高风险族群的即种场所爱全部关门，至少爱关到6月18。根据日本 NHK 电视台报道，北九州市传出的互相烧话的情形，包括北九州综合病院甲一间新启用的老人养护中心，总共有26个人确诊。当地统计显示，北九州市到5月2日为止，连续23天无任何新增加确診病例。不過對23出現3個人確診開始，到29總共出現69名確診患者，其中27人的感染方式不明。第2波の入り口からさらに進んでですね、真っ只中に来ていると深刻な事態に陥っているということであります。断固たる決意で戦わないと、今後さらに大変なことになる。伫咧東京都29天新增加22個確診病例，是5月14以來頭一擺超過20人，顯示首都地區疫情有回升的情形。数字があまり上がってきますと、それは東京アラートという形で警告といいましょうか、ウォーニングを出す必要が出てくる。それらについてもまた専門家の皆様方のご判断なども仰ぎながら考えていきたい。總計對日本傳出武漢肺炎疫情以來，東京都的總計確診病例已經超過5200人。麻煩的是，其中超過半數的55%醫療體系無法度掌握到患者感染方式。另外，東京都除了考慮發出警報，已經宣布放寬的行業是毋是閣再納入管制，也閣再觀察。而北九州市方面，感染方式不明的比例雖然比東京較低，不過有明顯的互相燒話現象。市府除了呼籲民眾盡量留佇厝內底，避免出外，包括人較多的現場表演餐廳這場所，停止營業的期限至少延長到6月18。記者綜合報道。新聞尾進入尾聲，咱關心天氣。今日是天氣會較濕熱，紫外線會偏懸，另外過道、山區的所在會出現熱對流，會落西北風。喺咧北台灣有機會出現雷公雨，提醒民眾出門嘅時愛記紮雨傘或者是紮雨傘。咱就可以來看各地詳細的資料。
今日一个北部上低温度是一个26度，上悬会来到33度。再来一个中部温度上低25度，上悬32度。一个南部上低25度，上悬34度。一个东部上低25度，上悬31度。一个金门马祖平湖上低24度，上悬31度。感谢乡亲收看今日的早起新闻，我是敏珍，明仔载同一个时间咱再会。上认真的少年选手，上专业的台语转播。2020年社国社杯少棒比赛，台南府城闹热登场，看公司台语台，听台语讲棒球。讲一句台语有意思。大家一句的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阿朱姨啦。讲到阮后生新妇啦，拢唔知影拜拜的重要。今仔日我就要来甲大家介绍拜拜。拜拜，汉字写做拜拜，罗马字写做无爱拜，无爱拜，拜第三条。拜拜有伫庙拜。嘛有伫厝拜，不管是伫庙还是伫厝，拢有伊的礼数。若是去庙拜拜，入庙进前爱先洗手面、刷口。刷口就是落水的意思，这是对神灵的尊敬。入去庙的时，爱对庙的龙门行；出庙爱为庙的好门行。若行倒表，就会歹结交的欠损。欠损有进去的意思。爹爹，入庙了后，甲敬面摆好势，点香烛，过来先拜天公，用左手甲香插点天公炉，刷咯，搁照庙里神明的大势，一位一位拜，拢总拜煞，落尾才烧金，安尼就拜好啊。若是伫厝拜拜，一般拜神明甲祖先拢伫神明厅的红架道拜，拜好兄弟伫门口拜。咱嘛讲拜门口，若是拜地基主，就伫灶骹；拜床母，就伫床头。甲拜拜有关系上意有烧香、有保庇、有食药、有惊气，意思是咧鼓励人。若骨力拍拼，就会有修成好年功。搁有一句俗语讲抓着神，抓着人，意思是讲，不管什么代志，袂使干那拢靠神明帮咱。上要紧的是咱爱好好啊拍拼，有可能唔通伤迷信的意思。例如拜拜、礼数、献送。敬面、红架道，有烧香，有保庇，有食药，有惊气，抓着神，抓着人。大家爱拜嘛爱拼哦！今仔日的大讲一句就讲到这，多谢观众朋友的收看，咱后摆再会。
看咱的节目。